顶个月28日，一个姓黄的查某登山客伫咧网络顶加入爬山团，8个人去爬南一段山路。但是30迄天，这个登山客说疑似出现高山症，家己踮伫咧营地等待救援。尾手今仔日是由直升机来救援，落山送病院。有专家提醒讲，网络参加爬山团是煎熬掌握团员的体力甲能力，风险是真悬。搜救人员伫山林内找找等待救助的人，51岁姓黄的女子甲7名登山客，顶个月28出发爬南一段，不过伊第2天开始体力衰退，亲像出现高山症，甲团员协商了后，1月初伊家己留伫三车营地等待救援。他是躲在他的帐篷里面做休息这样子，然后他说他很冷，那他就是咳嗽，然后他走路会没有力气。直升机透着强风慢慢啊挖近，真歹天气，互搜救人员行伫要2天才找到人。姓黄女子无法度行路，找是透早由空勤直升机协助后送。同行有人在接下来的3、4天里面是有帮助他，比如说帮他分担他的包包啊，然后给他吃一些紧急的药物。姓黄女子送医了后，无大概因为事故捌团讲，伊互团员放分之后，伊赶紧透过搜救人员澄清，不过因为伊是透过网络加入自助登山团，不少山友也提起网络交谈风险。网络自主团它的风险在于你不知道你跟到的是什么人，对方会发生什么事情你不知道，在你发生事情了之后会不会照顾你也不知道，对这个风险毫无疑问是太大了。除了找熟悉人结伴，也是参加有口碑的小型商业团，专家也建议新手也是资历较浅的人，一定要确认体力能力敢是甲团员差不多，若无体力无好，也是一旦身体出状况，就可能行不完，也是对袂着，增加自身的风险。公视新闻采访报道。